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保中乡的花果文化节，5月31。端午节迄天的暗时，要伫个保中夜市来起果，现场有丰富的节目，要来展现宗教甲在地文化，并观光。花果镇用精彩演出，要传送保中花果的魅力。一年一摆的保中花果文化节将伫5月31日展开。今年唔但有丰富的市集甲活动的演出，佮推出古锥版的花果镇的角色，希望互乡亲更加亲近花果文化。会当来加接触来了解咱的文化以外吼，公所嘛是秉着着做公益，肉粽就来办理啦吼，就是讲有一定数量的肉粽，透过咱这个国创的船长送给咱的弱势的这个住户啦吼。互因伫个肉粽进行形象中着肉粽，肉粽是即个情感的连结，然后鼓声是咱即个文化的即个传承。这个拜六伫顺天宫有花果比赛，另外即日起到活动迄一天，咱乡亲脑转5大景点的椅仔，对使伫花果节迄一天换限量的文创礼品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